各位真贤，大家老早，大家好，咱的真贤80外岁啊，90外岁啊，诚心诚意要读经安尼较个敬护智增加智慧读经先来念佛好咧大家双手合作伙合掌的要来念佛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奇无上甚深微妙法，8千万劫难得遇，我今见闻必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来要读心经来看较大字的心经各位真的大家好即马就要来读法界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法界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有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也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也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地也无定，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法界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法界波罗蜜多故，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法界波罗蜜多是大成就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顶顶咒，能度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法界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訶。各位真的大家好最后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訶，认真甲背起若咧歹困会困觉，拢会使念照迄个台语的音来读的啦东条东山庄取经足辛苦的去印度取经转来大本的去印度取经转来那翻译这个心经足上界出名的就是这本法界波罗蜜多心经迄个时代讲台语的东条时代讲台语的所以咱用台语来念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訶。各位真贤大家好即马来有爱上读经班的有孔子讲的上这本来弥勒救苦真经来弥勒救苦真经
佛说弥勒救苦因，弥勒下世不归亲，领报济乐灵山地，念法印证可三性，落在中原三圣地，大净四川王特心，天真修完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经，分雷震开无记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天中华庙，九莲圣教归上圣，天花罗庙随玉线，修完天化在高东，南北两极连中树，分源古迹在中央，罗庙降下通天桥，无影山前对合同，平日要上归家去，思念东来弥勒经，用心思念佛来求，得到今年去朝圣，昔日世来得用主，向日点滴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思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向成佛勤礼拜，将其聪明智慧心，收听邪人胡说话，罗旋意马念无声，罗庙降下真天咒，用心思念有神通，满天星斗得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圣风来对贺，报数灵动查得清，三观大地自必自，下罪天责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各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因领36愿将，五别灵官紧随紧，辅助弥勒成大道，保佑乡儿得安宁。北方神武为将帅，青练弘法显神通，撇起坐骑惹日月，桥顶神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岁首，肃清诸恶挂甲兵，大救元人向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灵王来助道，国家祥魂去定空，十方天兵护佛教，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道三阳弥勒尊，武皇铁灵驾下生，修福南严归正宗，往来坐下真言咒，传下东来大藏经。今日差路上思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思念一遍神通大，思念两遍得超生，思念三遍神鬼怕，梦两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顺路径，念起真言归佛灵，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是跳手啊！我食茶食茶啊！
真足够真介好啊！安尼拜佛啊，念佛啊，拢会帮助咱消罪啊，增加智慧，增加福报安尼好。消罪啊，增福安尼足好诶吼。好，各位前贤，大家好。咱要读笔好经，天地众好东先，一个好字全家安，孝顺灵性，孝顺主地必明显，孝是人道第一步，孝主下世即为先，自古忠臣得孝主，君选贤臣记孝廉，尽心竭力孝父母，孝道不独讲家亲，孝道贵在心中孝，孝亲戚莫讳言，孝护人间不惜孝，灰心福孝天理还，事事不顺心不孝，怎知孝灵感动天，孝道贵顺无他妙，孝顺不分女强男，福禄皆由孝而得，天将孝主令眼观，人人都可孝父母，孝敬父母如敬天，孝主口内有孝语，孝父面上带孝言，公婆上边令尽孝，有乐孝来有乐贤，女德孝明成学孝，三从四德孝在前，孝在乡党人亲近，孝在家中大小欢，孝主奉人就劝孝，孝化风俗人品端，生前孝主声价贵，死后孝主万古传，处世唯有孝历代，孝灵感动地合天，孝经孝文把孝宽，孝父孝母孝祖先，父母生子愿为孝，灵孝就是好儿男，为人能把父母孝，下辈孝子照样还，当上父母不知孝，不孝受强莫怨天，孝主面大太和尚，入孝出地自然安，亲在应孝不知孝，亲属知孝又会难。孝在心孝不在貌，孝贵实行不在言，孝主这家全家乐，孝主治国万民安，我国皇天皆因孝，一孝即是太平年，零孝不在贫而富，显体亲心是孝男，兄弟和睦即为孝，阴阳两字把孝传，孝将咱处见真孝，孝养满面生亲缘，父母相传正义孝，孝事官管亲影单，赶紧孝来光阴快，亲友五孝受有天，生前为孝奉为孝，死后尽孝当然，孝顺全家孝是宝，孝性温和孝为甘，又宝贵如上帝孝，福啊万福
好亲眼，为人若是不知孝，不如禽兽是可怜。必行万善孝为首，当知孝字是根源。念佛行善也是孝，孝中佛力超九天。大哉孝学，大哉孝，孝义无穷，孝无边。诸天故故不离孝，离孝人伦便得天。念得10遍千格孝，念得100遍万孝全。1000遍万遍常常念，消灾免难必孝撇。好，各位亲爱大家好，今仔就要来读《道之宗旨》，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恕，敦品忠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乡邻，改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遣发五教圣人之恶旨，较遵守为公常之鼓励，悉心得路，照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体发良知良能之至善，以立立人，以达达人，万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以世界为大同。礼运大同篇，大德之行也，天下为公。宣贤以灵，刚信修睦，个人不得亲其亲，不得助其主。事恼有所将，众有所用，又有所表。官官孤独废职者，大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恶其气悲啊，不必重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心呀，不必为己。是故无必而不行，得chấp乱执而不作，故为何而不必？是为大同。好，各位亲爱大家好，今仔就要来读《太上清净经》，若君话大道无形，性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明，中用万物。何不知其名？中名曰道。有道者，有清有道，有动有静。天清地道，天动地静。男清女道，男动女静。根本流满，而生万物。清者德之源，动者静之基。人灵相清净，天地悉界归。夫人心好清，而心了治；人心好静，而欲牵制。将灵牵其欲，而心自静；定其心，而心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灵者，为心未定，欲未遣也。灵遣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
为观其行，行无其行，观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其无，为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其无，无无亦无，无无其无，三言相接。即无所执，欲其灵生，欲其不生，即是真正，真常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正，常清正义，如此清净，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是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另外之者，可传圣道，若君活，上师无精，下师好精，上得不得，下得即得，即得之者。不明道德，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唯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经其神；既经其神，即着万物；既着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又可身心，变作毒药，流浪生死，相沉苦海。应是真道，真常之道，五者自得。第五道者，常清净义。好，各位亲人，大家好啊！咱来嘴干来食茶啊，来占介绍一下吼。各位贤贤，大家好吼！咱恁若保持淡淡哦，安尼病毒较袂走入去吼。若保持淡淡啊，病毒较袂走入来啊。各位贤贤，大家好即马就要来读诸子治家结言，黎明即起，扫扫丁度，要累月精结，气分辨识，观色问候，必亲自检点，一足一还。当师来处不疑，半事半理，应念物理为见，以谬而丢谬，有人确而骨正，自方必须欠约，便客切勿流连，气躯即而结，欢好性金玉。因习欲而精，凡所如定修，不能化恶，不无良典，三果六宝，是阴道之门，必美切标，为归榜之福，东坡不良俊美，切切切其严重，祖宗虽晚。这事不可不行，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疑心不及欠破，教子要有义风。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意见挑莫益，无占般宜。变强可亲邻，
自家文术，刻薄成家，理无救险，伦常怪损，立见消亡，兄弟兄弟，事分多润感，享有累月，以法属事业，幸福言，怪骨肉，岂是丈夫？重主宰，不负庙，不成人主，嫁女得家婿，无所重聘，娶媳又淑女，不嫁好廉，见富贵而生，谦庸者最可体，故贫穷而作骄态者。见木心，依家界正常，常亦常乡，处世界多言，言多必失，不是世令而令必孤寒，有贪口福而自杀生禽，怪撇自私，非我必得。退回自甘，家道难行。劣恶小，又必受其累，屈自脑行，急则可相依。听听发言，含智慧人之亲属。当今乃三书，因事相争，言智慧我之不是，事平心暗想，是非无念，受因无忘，凡事当留于地，得理不宜在恶，人有依情，不可信，道之心。人有何患？不可生虚形心，先欲人见，不是真仙。恶向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不在车路，力愿而用暗箭。何言子孙？家门何顺？虽用孙不给，亦有遗患。国可早完，即当学无疑，自得之乐。学书自在圣贤，为关心准君国，守分安宁，顺时听天。为人欲处，事后因缘。自辟罗书，自主治家得研究。哦，迄个迄个，啊，即马要读三字经，爱读较久的哦，哈，哟，那么迄个啊，迄个。哦，这三字经哦，爱念真久的哦，啊，了显，啊，若落去啊，你看古啊个古的，了显，慢吃破，各位前贤，大家好，即马就要来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故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识名表，得人处。志不学，断其土。道燕山，有义风。教五子，名枯荣。用不教。夫之过，
教不严，此之道，自不学，非所宜。又不学，奈何为？欲不道，不生气。人不学，不知义。为人主，方孝时。亲师友，十礼仪。向求灵，令运色。孝于亲，所当执。用事遂，令用礼。第一种，宜先知。小孝弟，出见门。第无数，十无门。一二十，十二百，百二千，千二万。三在家，天地人。三公者，日月星。三公者，本神义。父子亲，父顺。或春夏，或秋冬，处暑时。分不强，或南北，或西东，处暑风，应河中。或水好，木金好，处五行，分河数。时间者，甲子贵，十二支，主子亥。或风道，日所电；或赤道，东中权；赤道下，温暖极，五中华，在东北。或江河，或怀济，处暑毒，水之纪；或大华，相形形，处五岳。山之名，或树龙，或公商，处庶民，国之良，或仁义，礼智信，处五常，不用文，地所生，有草木，处地文，骗水陆，有强虎，有鸟兽，处动物。灵会作，道良术，秘书籍，处六国，人所食，马牛羊，皆犬死，处六畜，人所食，或喜怒，或哀哭，爱恶欲，七情苦，清赤红，急急逼，处五色。目所食，身口感，急心寒，处五味，口所含，尖椒香，急生嗅，处五嗅，鼻所嗅，包土急，目色金，死有毒，乃八阴。或冰霜，或气入，处暑生，宜调协，各精组，父而身，亲而子，子而孙，子子孙，子贤精，乃求作，人之伦，父子恩，夫妇长，兄则友。地则强，强有数，友以平，分则敬，亲则忠，处十二，人所当，当顺序，勿违背，斩自吹，大小公，子嗣满，五合将，礼乐社，约书数，古六艺，金不负，为书学，人强尊，记识字，讲说文，有古文，大小段，礼初记，不可乱，欲讲学，科技还，
但落雪令地缘，还粉望树讲究，上粉果名故毒，为学者必有错，小学中知数书，论语者20篇，君地主记善言，明主者7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乃空隙，中不偏，用不益，作大学，乃正主，自修者，治平治，事事熟，好经通，如略经，是可读，是书益，列春秋，得略经，动讲究，有连山，有归宗，有周易，3易常，有颠磨，有混刻，有细明，数之二，我就讲，作就礼，度略观，尊地体。大小大，主礼记，率圣言，礼乐备，活国风，活雅尚，何事事，当鸿应，四季望，春秋作，无不变，必善恶，三团者，有功用，有则事，有国良，经纪明，方托主，绝其要，记其数，五主者，有顺用，文中主，急怒中，经主通，学主数，可世下，地将死，自虚龙，至皇帝，贺三皇，吉祥世，当有无，贺二帝，上益顺，清圣世，下有有，上有通，周文武，清三王，下团主，家天下，数必载，天下下，通法下，国和尚，国力必载，至朝亡，周武王，司徒朝，八必载，对中九，周德东，洪公对，兴干戈，上有岁，四春秋，将建国，五霸强，七良出，行进士，四兼并，团二世，楚汉争，各作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传，公武兴，为东汉，数百年，将伊献，为蜀吴，兴汉鼎，贺三国，吸两晋，宋哲纪，鸟典成，为南朝，多金陵，博元贵，分东西，吴文州，以歌节，大治水，一通武，不再传，七通俗，东歌作，体义书，杜水乱，创国基，20团，三必载，鸟灭之，国乃改，鸟当尽，及汉州，清五代，皆悠悠，严崇兴，受周县，18团，南北分，辽以金，皆清帝，元灭
金绝爽世，以多讲超前代90年，各作会太祖兴，各大名何鸿武、杜金玲、大成祖、千燕兄、16世至庄真、宽严寺、邱如林、李创出、辛弃魂、清世祖、杨景明、郑树峰、曲大定、尤康荣、陆谦嘉、民安富、李泽夸、何含干、变乱起、施应化、绕道皮、东江河、传统玉、环九地、万清物、革命兴、会地济、立宪法、建民国、古金属、专在主、在地乱、地形衰、事虽还、托有处、书记一、汉书二、约翰三、国字数、咸正经、参通鉴、读书者、可实录、通古今、玉秦木、考字上、心字为、标语书、释义书、释重年、书行图、古吉圣贤、上钦学、赵中令、读罗伦、笔记书、学请勤、批部变、写德简、批无书、请地面、求贤良、水气古、必不教、自勤苦。如龙吟，如应算，假随便，学不绝，如负心，如挂甲，心随乐，犹可读，所脑转27，四法分，读书集，笔记脑，犹会题，逆小生。已作书，玉鸟号82，对大庭，开道书，笔记行，将清衣，逆小生，已立志，应8岁，令应诗，必7岁，令父旗。必应我人清奇，你游学东校之，蔡文基令变琴，夏德温令应吟，必如主请聪明，你男主当自敬，当留案，方7岁。基心党作正如，必须由新医术，你游学练字地，有为者亦若是，骗修业，皆书神，故不学，学为人，谈吐诗，风凉密。人不学，不如物；有字学，壮字行。上帝君，下德民，用名声，显父庙，公义前，如意福，人为主，金满盈，我教主，为一经，勤有功。以无业，盖自在；以勉励，三如经，将
好好，对对。哦，咱哦是大人90外岁啊，80外岁啊，诚心诚意来读经吼，第一几点钟吼，咱有一点点功德啊，来功德回向的，吼，咱要来念回向文啊，哦，咱双手来合掌一下，双手合作伙来念回向文，愿意出功德。普及于一切我定以众生，该共生福德吼。即马过来回向足重要的吼，咱两个双手合掌报家己的名的啊，我叫条面妈妈叫陈彩云。咱哦是大人90外岁、80外岁啊，诚心诚意读经，有一点点功德，要来回向咱的七世父母。回向咱七代的老爸老母来报答父母养育教育之恩，哦，咱今仔诚心诚意读经有一点点功德嘛，要来回向哦，咱七世的师长，咱七代的老师啦，哦，长官长辈安尼，哦，安尼，甲咱教育之恩啊，吼，啊，咱有诚心诚意读经，有一点点功德，要回向哦，冤亲债主哦，爱回向哦，冤亲债主啦，哈，消一寡罪愆消。交一寡病苦安尼啊，哦，咱诚心诚意读经有一点点功德，要回向咱各位前贤，咱大家本人拢爱得到功德啊，咱前贤大家拢爱有得到功德啊，哦啊，哦病苦减轻，心情平静哦，啊心无贪恋，意无颠倒，如入禅定，哦，啊若哦病苦会减轻啊，啊若平安健康哦，会当来读经啊，功德回向，安尼上介好哦，安尼。大家拢欢喜，安尼足感恩的啊，谢谢哦哈。哟，啊若要休困就休一下，啊若要，哟，啊若要学哦，较时仔了过来学，嘿，等休一下啊，较时仔要学注音的啊，当来学哦，嘿嘿，好，哦，遐看，嘿，啊那有机会就学咧，有机会就学咧啊，好啊，紧哦伫啊。哦，这认真咧学哦，会都有智慧的，会增加智慧啊！啊，若深入经藏哦，佛教迄个做大藏经哦，有3藏、12部经哦，啊，就深入经藏吼，啊，智慧就如海哟吼，哦，你看看，哦，人迄细汉咧学吼，足紧的啦吼，因为细汉吼，迄记忆足好的吼，啊念伊就拢会记的，哦，啊咱呢是大人80外岁啊，吼90外岁啊，佮要诚心诚意要来学，吼无简单就对，嘿嘿，哦，好来问看觅，会晓讲台语的啦吼，逐个拢会晓讲台语的啦吼，啊会晓讲国语的有无？嘿嘿嘿，哦，迄张太太，张长官太太可能会晓讲国语的。有国语的，就是对这个注音符号安尼，哦，来读吼，咱拄啊读三字经有迄边仔拢有迄注音符号啊，拄啊读三字经啦吼，啊边仔迄拢有迄细字啊，迄就是注音符号啊吼。敢听有注音的？注音符号哦，有注音符号啦啊有。啊，这着爱生学读个识，哪有法度啦？这个号吼，迄符号吼，符号，爱生学作识，哪有法度？来读啊！啊，来食茶咧，啊，叫一个啊，就要来学一个注音符号咧吼。哦，即卖迄囡仔吼，台语也爱学，国语也爱学。哦，日本人咧统治的时阵哦，袂使讲台语啦吼。啊，即卖囡仔吼，台语也爱学，国语也爱学，英语也爱学。迄囡仔细汉尔，国语也学，台语也学，英语也学，吼。啊，人话阁学日语的，哦，哦，即卖来哦，
咱哦，前年会晓日语啊啦吼，会晓日语的举手哦，足侪前年拢会晓日语的吼，拢日本人统治的，学过日语的，啊，即摆会晓讲台语的举手吼，会晓讲台语的，台湾人应该会晓讲台语得着啊，啊，会晓讲台语的举手，但拢无要举手，台湾人应该会晓讲台语的你吼，台语的会晓讲台语的，啊，手就要举开哦。哦，会晓讲台语的哦哈，举手哦哈，会晓讲台语啊，当然手爱举开啊，会晓讲台语的啊哦，会晓讲日语的哦，啊会晓遐济项哦，哦啊日语啊、台语啊，即马要搁学国语哦，啊后盖啊搁英语哦，哎够够的，哦哦，咱来学即个，这叫做注音的符号啦，注音的符号吼。咱想咧画红啊咧，吼，讲即个红啊，号做啥物意思？啊，啥物音吼？啊，所以咱先记迄个音啊，哦，即人个画固定的后，袂使家发明啊。啊，你若要家发明的，就是要搁发明迄个做，吼，要搁发明的。啊，只字讲做读做报啦，哦，甲大家报哦，哈，大家拢足认真咧学啊，甲大家报啊，报哦，哦，报会甲物人报哦，哦，做代志才认真，读册才认真，安尼甲你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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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甲物人报哦，哦，哦，会甲物人报哦，报啦，报哦哈，报。哦啊，抱啊，抱，这拢斗伊学啦，拢斗学啊。啊，若读听着人咧读波摸吼，迄着斗学的啦。啊，咱即马拢斗即个学的哈，即马拢好好咧教，拢教斗即个学的哦哈，摸个爱读三届哦哈，斗即是学啦。啊，有人咧读迄就是斗即是学啦。啊，较少人教安尼啦，大部分拢教学呀，斗学的哦。甲你剥哦，剥甘蔗剥啊，剥摸哦，摸啦吼啊，剥，刀啊刀，啊来拖，啊来拿。啊来了，啊无写字字出来，我读做啊，就是安尼斗，才会讲话讲较会出来，较有声音安尼啦。啊，若无斗字字哦，敢若哦，足喘。啊，就爱斗这，啊斗这个就讲话讲较好听，较袂喘啦，安尼啦吼，安尼会晓啊吼。后来第二段啊，歌哦，我斗这个学哦哈，哦啊，先这先读个好个啦，这种斗学的呢哦，歌啥？加两歌啦，加两歌啦，歌迄个音啦，科是咧科啥？煮甲足科的煮甲足渴的，汤煮甲足渴的，渴啊吼，汤哦煮甲伤渴就是足无啥汤的啦吼，渴啊好啦，足好啦，大家好啦，哦各位亲人大家好啦，好，啊是安怎才会好啊才会好，啊迄台语有八音哩，好，八音，对吼，国语四音啦，第一音、第二音、第三声、第四声，第四声呢，这个话就会向下卡，啊，第三声就打咕咕，
拍一个钩啊，第二声就画一个向顶悬起去，啊第一声就拢无拢无画啥画无。啊，这台语八音的呢，吼，啊那呵，嘿嘿嘿。哎呦吼，台语八音呢，吼，无简单呢吼，好，哟，台语较歹学哦，哟，啊，即马咱哦来学即个下晡后壁只啊，之啊，之就是斗即个哦哈，七啊斗即个一哦哈，西就斗即个一啊，来之七西，之七西，之七西安尼啊。啊，来念啊熟啦，久着自然会晓啊，吼。哦，来再来复习嘛啊，b h m v d k n l g k h g ch x，安尼偌济字安尼吼。4加4偌济8啦，8加3偌济11啦，11加3偌济14啊。安尼已经哦24安尼，哦啊那总共敢若毋爱30外，37来30外，啊若37扣14抑佫有偌济？37扣14抑佫有23，啊来，支持诗日安尼4个，支持诗安尼3个，安尼七啊，安尼啊O A 这4个。I A O O 啊4个，啊这下第二段8个，7个加8就15个啊，15个加这个下底这个看敢是用啊8，15加8偌济呢？15加8 23加顶悬14安尼偌济？23加14哦，37啊吼，嘿嘿，国语的注音符号37个啦，哦。啊，你是会晓写先甲写开哦，啊，你啊较几来写几来改着，就看着迄个，毋通像咧捌人的啦，哦，即马安怎捌人？逐个拢有迄个头壳红啊，迄个相片哦，啊，迄个做相片看的，啊，着想讲迄个人啥，哦，有无看着迄个大张头的相片，啊，着讲哦，想着即个人啥物啦，啊，即马甲。敢咱真仔想当做相片的啊，啊看到相片就想到迄个啥物人，哦啊咱啊看到即个字就爱读做哦知，哦安尼哈，啊你爱做即个训练咯哈，知，哦，安尼咱细汉你阵拢安怎读的呢？一面写着一面念，哦。写，你手咧写这字哦，啊，嘴着咧念知，啊，这字写了已经念足地解知，嘿，安尼，这叫做啥？手啊教，声啊教，脚啊教，耳啊教，目睭啊教，安尼认真咧读5教，我来看安怎教啊？目睭啊教，看到这字，耳啊教，念出来，耳孔听到。嘴啊教，嘴爱念出知，哦啊手啊教就是咧写这字知，啊手啊写，耳啊听，啊嘴啊念，哦嘴念，手写，耳啊听到，佫有啥货？啊太知人写，太知人念，啊目睭有看到，对哦，啊即摆佫手骹有。那爱去做有效的代志，就爱骹有够，爱去做工课，爱去走骹做工课，做骹有行较够，骹够，手够，目睭够，耳啊够，啊，佫欠着一项5种够，目睭够，耳啊够，喙够，手够，骹够，安尼5种够，安尼来学哦，足紧就会晓啊，安尼读册吼。读册咧读经拢安尼吼，安尼，哦，佮来念一个啊，目睭够，手够，啊，耳啊够，哦，啊，叫啥个够？才会用袂记啊？骹啊够，5种够哈，即个啊，甲去啊哈，
目睭厚，手也厚，耳也厚，喙啦，喙也厚啦，喙也厚啊哈，骹也厚啊，即马讲我对哦，拢袂唔对啊哈，目睭厚，喙厚。耳也厚，内当骹手厚，安尼就较袂唔对啊！好，目睭厚，喙厚，耳也厚，骹手厚，5种厚爱记哦。好，即摆来开始念。好，来，手就是咧写即个，来喙就是咧念即个，目睭爱看即个，唔通搁看别别个啊！吼，来开始念，滋滋滋滋滋。滋，安尼念啦，安尼会晓啊吼，若讲有纸有笔咱就安尼写啊，滋，人学英语嘛是安尼啊吼，一面写一面念出来安尼啊吼，句就随记开啊，吼，囡仔足够记的啦，好。来，即间甲念一个，安尼要休困啊！吃，哦，这个较歹念，哦，这学这个注音符号拄好，这几个较歹念。字来放在迄个，字也爱放在顶悬喙齿的骹只，顶悬喙齿的吼，喙齿啊哈，字爱去拿着这个喙下当较下骹的，像圆足忝的，较下骹安尼。滋，伊早讲的这卷舌音更字啊，其实是字了翘开呢，真正咧更字的是这个儿子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更字啊，字才是真正更足悬的。哦，咱若咧上三宝，字爱若上讲就是字若上讲就是字就若足悬的儿子诶，儿孙满堂嘞，儿孙满堂嘞，子孙满堂嘞，安尼会啊？好来。这放轻松，这三个就放轻松啊。对。讲台语讲较袂忝，敢知影啥物原因？读国语讲较会忝，敢知影啥物原因？食。讲台语拢放轻松，像安尼吃放轻松。若讲国语字就更若悬字就若悬若久，哪会忝安尼啦，安尼差伫遮啊。讲台语字拢放轻松，安尼念出来就好。所以讲台语讲久较袂忝。若用国语的字就拢爱拿悬安尼久会忝啦，安尼啦，差伫遮啦，安尼知影好，来吃，再来安一五鱼这个鱼就爱嘴爱结安尼咧，鱼嘴爱结，嘴爱结伊安尼鱼，这也算好学的呢，无算足难的好，各位前缘大家好啊，会当晓一个啊，食茶咧食点心咧安尼。有学就有进步啦有，安尼真好啊！人生70岁当开始尔，70岁当开始尔，大家拢也足少年好，有学就会晓安尼，后盖佫看到孙仔，敢若孙讲我嘛会晓，我嘛会晓，好。